各位长辈、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请你想想看，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明明晚上10点就躺下了，却在凌晨2点或3点准时睁开眼。那一刻，四周安静的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你的大脑无比清醒，身体却疲惫得像被掏空。你试图翻身、束阳、深呼吸，但睡意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这种无声的清醒并非偶然，更不是什么自然老化的必然现象，而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讯号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以便从我们这里获得最佳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段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内容有用，请在评论区输入1；如果没有，请输入0。如果你已经年过60岁，却没有听完这段影片，你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每一晚，继续在不知不觉中亲手破坏自己的睡眠。很多人告诉你，睡前喝杯水对身体好，这在年轻时或许是对的，但在60岁之后，这个习惯可能完全错误。盲目地在睡前大量饮用白开水，会让你的身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。你以为在补水时，际上却是在给你的膀胱和神经系统制造沉重的负担。如果不改变这个习惯，你的睡眠将永远停留在浅眠层，身体无法在深夜进行必要的自我修复。第二天醒来，你会感到头脑昏沉、四肢无力，甚至因为睡眠不足导致平衡感下降，增加在浴室跌倒的风险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我们在诊间看过无数次的真实案例。今晚，我想邀请你放下手中的那杯白开水，听我解释为什么你的好习惯变成了睡眠的杀手，以及我们该如何用更科学、更温暖的方式来拥抱深层睡眠。为了让大家明白为什么60岁后的睡眠这么脆弱，我想请大家发挥想象力。我们可以把身体里的血液比喻成在路上行驶的小汽车，而血管就是这些车子赖以生存的道路。当我们年轻时，这些道路宽敞且富有弹性，停车场也就是我们的膀胱空间巨大且功能完好。然而，随着年岁增长，我们的道路开始老化，变得不再那么平整，而那个停车场也因为长年使用而缩小了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如果你在睡前喝下一大杯纯净的白开水，这些水分会迅速进入血液循环，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流。对于年轻的身体，这没什么，但对于60岁后的你，白开水并没有携带任何放松的信号，它只是单纯的液体。白开水不会安抚你的大脑神经，也不会告诉你的身体现在是休息时间。相反地，这些多余的水分会直接冲向那个已经变小的停车场，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在年老后变得更加敏感。只要膀胱有一点点积水，大脑就会接收到警报，强行把你从深层睡眠中唤醒去排尿。所以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喝不喝水，而是在于你喝了什么、什么时候喝，以及喝了多少。单纯的白开水像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，打乱了深夜的宁静。我们需要的是像导航员一样的饮品，既能滋润身体，又能引导神经系统进入休眠模式。当我们步入熟龄阶段，必须要学会一种新的生活哲学，那就是精准。很多长辈为了想睡好觉，会去寻求强力的助眠药物，或是购买一大堆昂贵的保健食品。但我常跟病患说，你的身体不是实验室，不需要那些复杂的化学合成物。老化的身体其实非常挑剔，它不再需要量大，它需要的是对的信号。我们要遵循一个睡眠饮品的黄金原则，那就是量要少，温度要暖，要容易吸收，并且最重要的是要富有舒缓信号。这就像是给老爷车加油，你不能随便灌进去，而是要温柔地一点一滴的注入。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会为大家介绍5种精心挑选的饮品。这些饮品不是药，而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礼物。
我们会从量最小、最温和的开始讲起。这些饮品能精准地释放诱发睡眠的神经传导物质，让你的大脑接收到现在很安全，可以休息了的指令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我最后要介绍的那一种饮品，它不仅能让你睡得沉，甚至还能同时修复你的肌肉、关节和皮肤。这是一场关于睡眠的革命，只需要你小小地改变一下睡前的仪式，希望就在不远处。第一种，我要推荐给大家的秘密武器是温热的坚果奶。很多长辈告诉我，他们尝试睡前喝牛奶，但结果却是肚子胀气、拉肚子，甚至更睡不着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肠胃对动物性奶类的消化能力会大幅下降。这时候，坚果奶，尤其是杏仁奶或腰果奶，就成了绝佳的替代品。为什么坚果奶这么神奇？因为它含有丰富的镁和色氨酸。如果把大脑比喻成一个不停运转的引擎，镁就像是高级的润滑油，能让紧绷的肌肉松弛下来，而色氨酸则是合成血清素的关键原料。血清素在体内会进一步转化为褪黑激素，也就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天然安眠药。当你喝下一小杯温热的坚果奶时，你不是在给膀胱制造压力，而是在给大脑发送一封停机通知。具体该怎么喝呢？请记住，只需要100到150毫升，大约半个马克杯的量就够了。在睡前60到90分钟，将它加热到微温，不要烫口，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。这不是为了止渴，而是一个仪式。当温热的液体流过食道，你的核心温度会微微上升，随后在准备入睡时自然下降。这种温度的波动正是启动深层睡眠的最佳时机。你会发现，原来让身体放松下来，竟然可以这么简单且好喝。接着，我们要聊聊一种被誉为大地苹果的神奇花草——洋甘菊茶。我发现很多60岁以上的朋友睡不着，并不是因为身体哪里痛，而是因为脑袋停不下来。一躺在床上，过去的琐事、明天的计划，甚至是儿孙的担忧，就会像走马灯一样在脑中不停旋转。洋甘菊茶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含有一种叫做芹菜素的抗氧化剂，这种物质能精准地与大脑中的 GABA 受体结合。GABA 是什么？它是我们神经系统中的刹车板。当你的思想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时，洋甘菊茶就像是温柔地踩下刹车，让你的大脑安静下来。更重要的是，洋甘菊茶完全不含咖啡因，也不会产生依赖性。它不像药物会让你在隔天感到头晕目眩。我建议大家在喝洋甘菊茶时，要建立一种安全信号。你可以准备一个专属的小茶杯，在睡前1小时，看着热气腾腾的茶水，闻着那淡淡的类似苹果的清香，这个香味本身就会告诉你的潜意识，现在这段时间是专属于你的，世界已经安静了。冲泡时，请务必盖上盖子，焖泡5分钟，这样才能锁住那些珍贵的精油成分。喝的时候，想象这些微小的分子正在抚平你脑中焦虑的涟漪。这不只是一杯茶，更是一种对神经系统的深度按摩，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滑入梦乡。现在我要分享一个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惊讶的选择，那就是温椰子水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医生，椰子水不是冷的、退火的吗？睡前喝不会太凉吗？这就是重点了，我们必须喝温的。椰子水被誉为大自然的电解质饮料，它富含钾、钙、镁等矿物质。对于6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，半夜惊醒的另一个常见原因不是尿急，而是肌肉抽搐或腿部不宁症候群。当你的体内电解质不平衡时，神经系统会变得异常兴奋，导致你感到坐立难安，或者在翻身时突然脚抽筋而痛醒。
温热的椰子水能迅速补充这些流失的微量元素，稳定你的电解质平衡。这就像是给快要枯萎的植物精准地滴入营养液。为什么一定要喝温的？因为冰凉的液体会刺激交感神经，让身体进入警戒状态，反而让你更清醒。而加热后的椰子水则呈现弱碱性，对肠胃非常温和。我的私房配方是：将1份天然椰子水与1份热开水以50%50%的比例混合，或者稍微隔水加热。记住，量依然要控制在100毫升左右。这个饮品特别适合那些平时容易感到燥热、口乾舌燥，但到了半夜又会脚冷抽筋的长辈。它提供了一种神奇的平衡，既能安抚躁动的神经，又能预防半夜的肌肉痉挛。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小秘密。如果你尝试过前几种效果不彰，这杯温椰子水或许就是你寻找已久的答案。在我们的清单中，排名第2的是具有强大修复力的黄金姜黄奶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体内往往存在着一些隐形发炎，或许是膝盖的老毛病，或许是长年的腰酸背痛。这些微小的疼痛信号在白天被忙碌掩盖，但在安静的深夜，它们会让你的皮质醇，也就是压力荷尔蒙保持在较高水准，让你无法进入深层睡眠。姜黄中的姜黄素是天然的抗发炎剂，它能有效地降低这些干扰睡眠的发炎因子。当发炎减轻了，你的身体就不再需要时刻保持警戒。但要注意，姜黄素很难被人体直接吸收，所以我们在制作这杯黄金奶时，一定要加入1小撮黑胡椒。黑胡椒中的胡椒碱能将姜黄素的吸收率提高整整20倍。你可以使用刚才提到的坚果奶作为基底，加入半茶匙姜黄粉和一点点黑胡椒，加热搅拌均匀。这杯深金色的饮品不仅外观温暖，喝下去后更能从核心发散出一种持久的热度。这种热度能有效降低皮质醇的水平，让你的身体进入一种深度放松的状态。这不是那种让你立刻断电的饮料，它更像是一位温柔的修复师，在你睡眠的过程中，默默地帮你清理体内的发炎垃圾。请坚持喝上1周，你会发现那种从骨质里透出来的疲劳感正在慢慢消失，早起时的身体不再那么僵硬。最后，我们要揭晓排名第1的睡眠神仙水。在介绍它之前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在台北市的北投区，有一位68岁的林伯伯。林伯伯曾是一名建筑工程师，退休后原本应该享受生活，但他却被严重的失眠折磨了整整5年。他试过各种安眠药，但副作用让他白天走路摇晃，甚至有几次差点在公园跌倒。当林伯伯来到我的诊间时，眼神充满了绝望。我没有给他开更强的药，而是建议他尝试一种最古老的养生饮品——温热的骨头汤或含有明胶的暖水。这份饮品的关键成分叫做甘氨酸 （glycine）。科学研究发现，甘氨酸对睡眠有2个决定性的贡献。第一，它能微幅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，这是启动深层睡眠开关的关键。第二，它能增加大脑中非快速动眼期的深度，让你即使睡眠时间不长，品质也极高。林伯伯按照我的建议，每天傍晚慢火熬制1小碗清淡的鸡骨汤，撇去油脂，只留精华，在睡前2小时喝下约120毫升。仅仅过了2周，他激动地打电话告诉我，他竟然第一次在凌晨2点醒来后，不到5分钟就又自然地睡着了，而且醒来后神清气爽。这就是甘氨酸的力量。如果你觉得熬汤太麻烦，市售的高品质明胶粉或胶原蛋白粉，加入暖水中搅拌均匀，也有类似的效果。更棒的是，这类饮品还能提供修复关节组织的原料，
对于我们这些关节开始退化的长辈来说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它不仅修复了林伯伯的睡眠，还改善了他膝盖长期以来的酸软感。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，用最天然的食物，找回身体原本就拥有的自愈能力。如果你只能选择一种尝试，请务必给这杯充满氨基酸的温暖饮品一个机会。我知道，听完这5种饮品，很多朋友心里一定有个最大的顾虑：医生，我现在喝白开水都会半夜起来尿尿了，再喝这些，不是会尿得更厉害吗？这是一个非常理性且重要的问题，让我来帮你消除这个最后的障碍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明确分量。我刚才反复强调，每一种饮品的量都要严格控制在100到150毫升之间，这大约只是1/3个标准马克杯。这个量对于健康的膀胱来说，完全在可承受的范围内，不会造成明显的负担。其次是时间点，我们不是在躺下那一刻才喝，而是在睡前1小时到1个半小时饮用。这个时间差是为了让你的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吸收营养成分，并让多余的水分在入睡前就先转化为尿液。最关键的一步，请养成入睡前最后一次排尿的习惯，哪怕你觉得只有一点点尿意，也要去洗手间排空它。我们喝这些饮品的目的不是为了补水，而是为了摄取其中的睡眠信号。当这些神经调节物质进入大脑后，它们会让你的膀胱括约肌也进入放松状态，反而能提高膀胱的储尿阈值，让你不再因为一点点尿意就惊醒。所以，请不要害怕，只要掌握好量小、早喝、排空这3个原则，这些饮品不但不会增加你上厕所的次数，反而会因为让你进入更深的睡眠。你的身体需要的是节奏感，而这些饮品正是帮你找回节奏的指挥棒。亲爱的朋友们，随着影片来到尾声，我想对大家说一句心里话，请不要随便接受人老了就是睡不好这种说法。睡眠是上天赐予我们最好的一生，无论你现在几岁，你都有权利拥有一场安稳、深沉、充满修复力的好觉。今天分享的这5种饮品，从坚果奶到骨头汤，它们不是什么神奇的魔药，而是我们对身体的一种温柔对话。我建议你不需要一次尝试所有种类，这周你可以先从最简单的温坚果奶或洋甘菊茶开始，给你的身体一个适应的机会。如果你试了其中某一种，发现睡眠品质真的有所改善，或者你有其他的私房助眠小撇步，非常欢迎你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分享。你的每一条经验都可能帮助到另一位正受失眠困扰的朋友。如果你身边有长期睡不好的老伙伴，或者你的父母也总是半夜惊醒，请把这段影片分享给他们。这不只是一份健康资讯，更是一份关怀。健康不是一触可及的，而是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。请记得，照顾好自己的睡眠，就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。让我们从今晚开始，放下那一杯冷冰冰的白开水，为自己准备一小杯充满温度的神仙水。祝大家今晚都能有一个香甜的好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